大家好，咱新台湾话阵列馆今仔日来到588期，就是迄阵1934年3月份，咱开始今仔日的初读。第一个词便利，就是字边的意思，对国语的便利来，甲英语的 convenient 相同。问题若安尼，互你较便利。即句话民国犹原有在用，源头是对汉文来的，亲像，请参考。后一个词别居，就是别居。翁某对法律上来分开无三角大，对国语的别居来，甲英语的judicial separation from one's husband 相同，这句话也会做复合名词，亲像别居手动。后一个词赔偿，就是自来在讲赔，还是行同意思，是对国语的买小来，甲英语的 compensation 相同，民国犹原有在用。这句话也有复合名词，叫做损坏赔偿。后一个词博得，挑选来甲人高升，对国语捌得起来，甲英语的 selection choice 相同，原来是汉文的字眼，亲像，请参考。问题宗教常常对下骹的瓶仔拔得起来。后一个词拔罪，经迄个较重要的、较要紧的，国语也叫做没收，甲英语的 extraction、exception 相同。原来这句字眼是对汉文来的，意思是超出、亲像，请参考。民国犹原有在用，总是照汉文的意思，较毋是拄经较重用的意思。问题，这个是迄本册的拔罪。后一个词爆发，火药发火的意思，对国语的目骨壳子来，甲英语的 explosion to explode 相同。问题，城内的军装局火药库爆发，民国较无用这句话，是用炸裂的字。最后一个词爆裂弹，炮子内面有火药，会逼破来发火，对国语的目骨弹、目骨的子弹来，甲英语的 a bomb 相同。民国较常是用炸弹的字。问题，飞行机在点爆裂弹。以上是咱今仔日的初读，咱后一段再过来针对内底一寡字词，咱来做分享甲探讨。以上感谢大家的时间。